啊，讲台湾前10名就市的公司当中，有4间甲华为有业务的往来。啊，美国对华为发出着禁令了后，外资是真担心台湾科技业的前景，所以嘛影响到咱的新台票愈来愈薄。讲这个变大的幅度是全球第2惨。为这个表会当来看出，为15号开始，就一路一直落到今仔日，以31块5角4来开盘，创下28个月以来的新高。啊，那这个日元是持续来走升，若是以5万的台票换日元来计算，讲足足减日元3000多块，新台票差大约1000块，等于是减食4碗的拉面。美国加大压制华为的力头，恐惊影响到台湾组装厂、电子的零件厂。新台票落价嘛，创下全世界第2惨。台北外汇市场今日开盘，新台票对美金来到31.54，落1分，这是28个月以来新低点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近年捌讲过，讲袂去主动，敢讲台票会阁继续落价。当这些厂商受到影响的时候，那台湾的股市，外资对于台湾的股市也会产生相当的疑虑，所以最近看到的比较多的是，我们台股的表现并不好，然后大家也觉得说台湾未来的贸易情况也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，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台币的走势往弱势走。若是咱乡亲去日本佚佗，恐惊嘛会加开钱，共款是新台票5万块，以日票上关点0.28来算，甲今年上低点甲算呢。这就差3772的日票，差超的新台票1000块。如果说，例如说我们像暑假想要去日本旅游的话，那为了避免接下来台币又更贬值，日币更贵，所以呢，可以建议的方式就是，例如说现在从5月底、6月底、7月底，那大概各换3成左右的日币。那透过这个方式呢，把汇率波动价差把它压平。专家建议，小热若要出国，若是想要买日票，上好分批买。才有度将汇率的损失降到最低。